手拿着一支12点的烟，边仔的查某困甲足温顺，是安怎？路哪这呢远？啥人知影日子是啥物？我简单知影土已经歹过日子。啥人知影将来是要去倒位？我简单知影男子汉道的是一口气，手拿着一支搁再点的烟，试看卖手盘是丁阿软，管太伊。什么澎湃的云？知影什么是火头，为着朋友绝对爱对甲到。我不知影青春当时会变老，但若知影男子汉无应该目屎流。我敢用生命去交换一个知己，看你人目咸咸，社会讲的是道义。我有欺骗，甘愿破梦来相见，但是知己啊知己，你到底是伫倒位？手拿着一支最后点的烟，火若消失，天若光，若亲像